撒母耳記下卷18章第5節到第9節、15節、33節。第5節，王命令約押、亞比書、以太講：恁着帶念我，毋通傷害迄個少年人押沙龍。王為押沙龍命令遐個首領的話，軍兵攏有聽着。軍兵就出去野外，佇以法蓮的樹林甲以色列人交戰。佇遐，以色列的軍隊大輸大必的部下。迄日戰死的真多，有2萬人。交戰拖到全地區，迄日佇樹林內死的，比互倒刣死的較濟。押沙龍騎驢，拄着大必的部下，驢行對大棕橡樹真暗的樹圍下面經過，伊的頭毛交着橡樹枝，人吊佇半空中，所騎的驢做伊去。為約押舉武器的10個少年人，甲押沙龍圍勒，甲伊刣死。古實人嘛到報告講，有好消息報告我的主，我的王，上主今仔日有替你伸冤，拍敗起來攻擊你的人。王問古實人講：少年人押沙龍有平安無？古實人應講：願我的主，我的王的對敵，甲所有起來攻擊你、要害你的人，攏甲迄個少年人共款。王就真傷心，伊上城門頂的房間啼哭，哪行哪講：我的囝押沙龍啊，我的囝，我的囝，押沙龍啊，我可袂得替你死。押沙龍啊，我的囝，我的囝。